自细汉就要开始注重品德教育。台南安平国际同济会捐赠20万经费，采讲品德教材予4间国小。教材以趣味的网架呈现，内容来自经典的中华文化地主规，透过现代生活故事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。另外，还有英文版本，让学生伫看的时阵会当提升语文能力。那维持好的行为，必须从品德教育着手。要做好品德教育，要从小开始。所以呢，很谢谢国际统计会他们所捐赠的教材，还有捐书的经费，都能够投注在儿童还有学生的品德教育上，让他们能够从小做起，从根扎起，从品德教育做好。品德的教育对于小孩子相当的重要，从小让小孩子这个道德的观念灌输在小小的心灵之上，我想这个对于小朋友都是正能量、正面的教育。今年我们有4所学校跟我们一起配合，那在有友之在跟弟子规、小乾坤这个部分，我们推广得非常非常的成功。我们看到孩子的改变，我们看到孩子在品德方面，还有师长，甚至他的家长这么的肯定我们。今天我非常的高兴。为了提升教育品质，安平国际同济会嘛甲学校合作成立教师社群，透过老师互相交流讨论，将品德教育融入学校日常生活当中，让品德教育永续推动。学校在推动方面呢，首先是1年级用教师共社群的方式去发展，大家一起备课。那学校其他方面的融入呢，是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活动计划中，像晨光共学时间，以及学校的闽南语朗读比赛，学校例行性的活动融入，像5月份的母亲节，以及其他的竞赛方面都有融入。现场透过教材展示，了解囡仔学习成果，嘛期待老师甲学生会当善用教材，让品德教育落实伫日常生活当中，打造更优质的校园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